液还阳片刻。前辈，你刚才说你死了？我白海禅怎么会就这么死了呢？看你这身装束和这链里的脚印，想必定是方家范进偷学武功的奴才了。不过，看脚印，你这松鹤万寿拳还差得远呢。看你这背后的鞭伤，想必在方家也受了不少虐待。俗话说，一朝为奴，便有无出头之日。今日便是你我的缘分，不如拜我为师，我授你九窍金丹和蛟伏黄泉图，还有我们群星门的独门功法。你日后功夫必会突飞猛进，出人头地，还有望踏入神通秘境。你修成之后，只需要杀了方清雪那个恶妇，为我报仇即可。在方家，我还不如牲口地位高，管家又百般刁难欺压于我。方清微本就骄横跋扈，现在又多个方清雪，何故要为他方家卖命一辈子？你为乞丐，不为神奴。今天就是我方寒重生之日。不愿意吗？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好徒儿，快快起身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群星门的弟子了。群星门乃是和羽化门并肩的仙道师门，为师也是门下弟子。这次为师在黄泉山偶得九窍金丹和蛟伏黄泉图，本来是要带回去献给门派长老，我便升为真传弟子。可现在，现在我将此2件宝物赠予你，你好好修炼。师父，你这是……为师的时间不多了，让为师赠你服下九窍金丹。九窍金丹的唯一使用方法就是刺开心脏，嵌入金丹，借助心脏循环之血不断冲刷，药力才会流遍全身，发毛稀碎，脱胎换骨。到时候你修炼任何武功都是1日千里。幸亏你没有吞服此丹，如若吞服，必死无疑。为师生机已断，